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好朋友，过来开讲，讲过去台湾人过年无遮尼济礼，无遮尼济礼数呢。煞毋知讲，就是一年同齐赴园啊，咱有拜灶神，有拜地神，有拜门神，拄啊，敢若袂记咧拜，交伫咧壁顶的灯交，迄个油灯壳啊，灯交讲句变做灯交，袂记咧拜灯交神，灯交才会上天庭走玉帝，玉帝误听谗言，下令12月29暝，甲忘恩背义的人类拢总消灭掉。29暝的风俗就是对遮来，啊，讲起来。土地公来甲人类托梦，每月迄天，甲人类提醒讲，玉帝误听灯交的干戈，下令29暝要沉地，时到毋知人类灭少也灭济，本神特别来通知恁大家，恁着爱斟酌听详细。人类真善良，人类想讲，啊，若真正沉地，有路无处世界流浪，甚至有个人会老还是会灭，毋知呢。但吼，利是迄天就爱大声，甲咱厝人听头的神明，观音妈、土地公拢总送去你天庭。利是送神，就是对遮来。咱嘛知影讲，神明送去你天庭了，过来才会当清屯，过来才会当摒扫。啊，共款伫外口他乡外里伫咧拍拼的囝儿，咱就爱写批甲因通知，叫因拢转来哦。转来29暝，太子岛阳传到青草，食一顿饱咧，因为明仔载。会好会歹都毋知，29暝围炉就是对遮来。啊，讲到29暝，国情我哪想到几句趣味的俗语，讲29暝，现代人伫咧围炉，就是团圆，就是上界幸福甲快乐的时阵。毋过有一款人，伊毋是干那年尾即天伫咧幸福甲快乐呢，伊趁少也安尼，趁济也安尼，做有也安尼，做无安尼，甚至讲较歹听的讲，跋输饺甲跋赢饺，拢共款安尼足乐痛的。这款人俗语话咧描写，讲我说天29暝，每一天对伊来讲，拢甲29暝共款，自由快乐就对了。啊，搁另外一句俗语话，咱嘛知影讲29暝团圆，迄天大家都爱讲好话，毋通讲歹话。毋过人甲人闹颠谈，若上反而去相告，也是讲大家伫咧吵嘴的时阵，互相意见拍不睦，分袂平，有个人是拍甲29暝啦。过来讲29暝，今年是谁拢叫倒来？太子岛阳，等明仔载要沉地，咱就爱食顿啊青草咧。厝人的时代嘛想讲吼，归去啦，所欠的这银两摕出来分啦。第年钱就是对遮来啦。明仔载我毋知看会到这子孙啊未咧，所有这财产毋免搁欠啊啦。一人本挂互恁第年啦。啊，就是第年钱领了，29暝经过，到正月初一，大家目睭八金困醒，发觉讲吼。无沉地啦，毋则互相讲迄句过年的好话，讲做恭喜恭喜。